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何家媽媽。去街市買魚，好多人淨係提邊樣平，邊樣新鮮，根本唔知邊啲魚對血管先至係真正嘅好。今日呢，同大家講一份10大健康魚嘅排行榜。第一名，號稱血管清道夫，可以幫助疏通血管，降低膽固醇。講出嚟，好多人會大吃一驚。90%香港街坊去街市都直接走寶，白白錯過呢樣平價又好食嘅食材。好多長輩日日買魚食，但係食錯種類，補唔到身體，仲可能攝入過多嘅脂肪。唔好以為貴格嘅魚就一定係有營養嘅，好多平價嘅淡水魚、海魚，營養價值反而更加高。今日條片呢，鍾意買魚煮飯嘅朋友，尤其係中老年人啊，一定要睇到最後，仲要轉發俾屋企人睇。10大健康魚，我哋逐個嚟拆解。首先，我哋由第10名開始嚟講。第10名就係鯇魚，亦都係我哋平時叫佢草魚，街市亦都最常見，價錢好大眾化㗎，脂肪含量係好低嘅，蛋白質又豐富。提醒大家，鯇魚盡量清蒸，唔好油炸，唔好油煎。油煎油炸會破壞佢嘅營養，仲會變成高油高脂肪嘅食物。第9名，大頭魚，好多人專門買大頭魚頭嚟滾湯啦、清蒸啦，因為魚頭含有卵磷脂，對腦部係非常之有益嘅。但係記住啊，魚頭唔好食得太多，一個月食個2-3次就足夠。魚篩一定要徹底咁清理乾淨。第8名，黃骨魚，佢嘅肉質好嫩滑嘅，骨頭又細又少，老人家同細路仔都非常之適合食，又容易消化，礦物質好豐富，煮湯啦、清蒸啦都係一流㗎。第7名，紅衫魚，常見嘅海魚，油脂適中，價錢好親民。深海嘅細魚仔歐米伽3含量係非常之高嘅，煎炸都好多人鍾意，但係煎炸會增加油脂，最好改為清蒸。第6名，石斑魚，高級嘅海魚，蛋白質好高，脂肪極低，但係價錢貴少少，唔使經常食，逢年過節食下就足夠，性價比唔係最高㗎，但係營養係非常之唔錯嘅。第5名，沙巴魚，亦都係巴沙魚，佢冇骨，好多人屋企都會買，方便啦。但係提醒街坊，市面上好多冷凍嘅巴沙魚，水分非常之重，營養價值係有限嘅，唔好日日當成主力魚嚟食啊。第4名，鯧魚，肉質好肥美，不飽和脂肪，含量非常之充足，保護血管啦。但係揀魚嗰時一定要記得揀魚身重、魚眼透亮嘅，呢啲先至係夠新鮮啊。第3名，龍利魚，骨頭細，幾乎冇骨頭，肉質又嫩滑，適合牙口唔好嘅老人家。買嘅時候一定要分清楚，好多都係冒充龍利魚嘅冷凍魚片，要擦乾淨對眼睇清楚啲先至好揀啊。第2名，三文魚，大名鼎鼎嘅深海魚，歐米伽3非常之豐富，佢可以保護血管同埋我哋嘅眼睛，但係有2點一定要注意。第一，價錢貴；第二，腸胃弱嘅長輩盡量唔好食刺身，我哋可以清蒸嚟食，非常之鮮美㗎，營養可以保留。重點嚟啦，第1名血管清道夫就係秋刀魚。好多街坊見到秋刀魚覺得平，好普通，直接跳過。
90%香港人街市走寶就喺呢度。秋刀魚價錢非常之平，但係魚油係非常之高㗎，入邊嘅不飽和脂肪酸可以幫助調節膽固醇，呵護心腦血管，名副其實嘅血管清道夫嚟㗎。好多人以為貴先至係好嘢，偏偏秋刀魚平價，但係佢嘅威力非常之大。煮法非常之關鍵㗎，千祈唔好成日炭燒、燃燒，落好多鹽同埋油，就會抵消晒佢嘅好處。建議啦，少少油香煎或者係清蒸，落少啲鹽，先至可以食出佢嘅營養價值㗎。講完咗排行榜，再教大家街市買魚3個避坑技巧。呢段呢，好多人忽略㗎。第一，唔好迷信越大條越好，有部分魚太大，體內嘅重金屬積累會非常之高，中等體型嘅反而最穩妥。第二，冷凍魚唔一定係差，優質急凍嘅海魚抱撈即刻急凍鎖住啲營養，未必輸俾游水魚㗎。反而游水魚如果長時間存放，一定係唔新鮮嘅。第三，食魚記住輪住嚟食，唔好日日淨係食同一樣魚，海魚、淡水魚交替嚟食，營養先至均勻。另外提醒有痛風嘅朋友，海魚唔好過量，一定要控制好份量，盡量唔好食。再健康嘅魚都唔可以當成藥，唔好以為食秋刀魚就可以醫血管病，係食療輔助，有病一定要去睇醫生啊。講完值得買嘅健康魚，順便同大家講下，有幾類魚平時盡量少買少食。第一類，聞到有明顯嘅臭腥味，魚眼甩落去嘅，魚鰓又發黑，無論平到唔要錢都唔好買，因為佢已經變質，食咗容易出現腸胃病嘅。第二，體型特別巨大嘅驚食性大魚，例如大條嘅鯊魚、旗魚，呢啲魚壽命長，體內嘅重金屬係堆積非常之多嘅，特別係中老年人同埋小朋友盡量唔好食。第三就係醃製魚，比如鹹魚啦、鹽魚啦，好多街坊鍾意佢嘅風味，但係鹽分係超標，好多人食咗會加重血管同埋腎臟負擔㗎。偶然淺嘗一下係冇問題，千祈唔好經常當成家常菜啊。希望呢份排行榜可以幫助到各位街坊，以後行街市買餸就唔會亂買一通啦。覺得有用嘅朋友記得點讚轉發俾屋企嘅老人家，等佢哋買魚嘅時候識得揀。你哋平時街市最常買邊一種魚呢？歡迎留言喺評論區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我哋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